消息先带大家关心北投的关渡自然公园出现石雕大盗，两个嫌疑犯看准石雕藏伫咧倒位，普通时无开放予大家参观，嘛无到监视地点眼。3更暝半，驶吊车甲上百公斤重的石雕搬走，一尊卖人上万块。警察无偌久，伫咧新北市八里区找到查拉货，两个嫌疑犯搁再牵拖讲是两个人因为拄关出来，找无头路，才会上工上芳。 火车顶的在石头雕刻，逐件拢有成百公斤重，这其实拢是台北市北投关渡自然公园的财产，想袂到即马煞变做贼仔的目标。被偷的这个石雕区呢，其实平常都是上锁，没有对外开放的。嫌犯疑似就是看准里头没有监视器，竟然就直接大喇喇的开着吊车到现场，把石像搬走。 北投关渡自然公园这几个月，园区内底放进真侪石头雕刻，警方追查发现是本来拢因为窃盗罪封关的两个嫌犯，出来了后找无头路，就去偷搬公园内底石头雕刻。那7月偷摕8粒石珠，佮定定伫半暝驶吊车，甲成百公斤重的石头雕刻载走。尾啊，则佮用一件成万块的价销卖互8里的一间艺品店，毋过艺品店的头家煞地青，甲责任全部拢撒互5月已经过身的小弟，讲买的价销到单拢也。 讲好势，在附近徘徊啊，那经动保处人员发现以后啊，进而报案。现场我们全部设了侦测照相机，只要有任何人员进入我们的这个区域内，都会就是它自动拍照。这个红头搬的石头雕刻是北投关渡自然公园征收一部分土地了后，进前的石器公司转过去的财产，想袂到会变做贼仔的目标。嫌犯红掠了后讲，这阵石像愈看愈生财生涯，感觉袂掉地当招财，才会来偷搬的。想袂到这回钱无赚到，佮颠倒红掠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